后来乡亲啊，伫要过年啊，台中天津路年货大街，这礼拜五要起股，到时阵会发出着500份的红包，红包内底有200块的木条券。另外，一中相款的年货大街是后礼拜五正式开始，消费阁会当抽奖，抽日本、韩国来回机票。那天津年货大街一中相款嘛准备好要来迎战，各导办者、技术、空降宣传，两大相款都来动脑筋拼业绩。我们猫仔的奖品价值60万哈，那其中有3台的机车、3台 iPhone、5台55寸的液晶电视，还有包括30万的购物券。有台中5分部红会天津路服装相款有买300件卖衫的店家，为6号开始。邀请全台湾民众来这买水衫，可以送出相款的买衫礼券。我们一中商圈的人潮一直都是蛮多人，可是希望今年的话可以比往年更好。台中市一中相款为13号开始，佮推出一中购物礼券，佮推出东京、首尔、曼谷和香港来回机票，等大家来这抽大奖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